其實任何大人物，好似啲政治人物，都一直有遙視者喺身邊。軍方一直以嚟都用緊遙視，有啲嘢係我哋唔想俾全世界知，呢啲都會關翻啲失蹤案啊、懸案啊，有時甚至係謀殺案啊。有啲謀殺案你知啦，個人失蹤咗，但係始終冇一個交代，業力係一樣無可避免嘅嘢。當 FBI 同國際刑警破解最辣手嘅懸案、束手無策嘅時候，佢哋最終嘅備案往往唔係依賴最尖端嘅 AI 科技，而係追溯翻去冷戰時期軍事情報界最神秘嘅武器——遙視。當好多人仲認為千里眼、靈魂出竅只不過係神秘學嘅橋段或者小說嚟嘅啫，但係其實呢一種技術喺美國史丹福研究所已經鑽研超過幾十年，發展成熟，而且仲被列入國家機密檔案嘅實戰學問添。由二戰嘅希特拉時期到美蘇兩大陣營嘅軍備競賽，背後其實一直進行緊另一場隱形戰——意識領域嘅監控。美國當年嘅星門計劃就成功訓練出一班遙視者，佢哋唔需要出國，單憑一組經緯度嘅坐標就能跨越千里，睇到對方秘密基地嘅建築結構。最後衛星照片證實佢哋嘅準確度驚人。喺蘇聯同樣有一套針對遙視偵測嘅系統。根據2006年俄羅斯真理報報道，蘇聯情報部門當年甚至試過利用遙視者去遠程監控美國總統嘅動向，已經解密咗受官方承認嘅檔案，例如有1974年遙視者成功協助鎖定當時被綁架嘅名人派翠西亞克特斯確切被收埋嘅位置。喺197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啟動咗燒烤火焰計劃。喺1982年，另一項計劃8200計劃進一步深耕意識情報嘅開發。時移世易啦，當年嘅冷戰武器被視為禁忌嘅領域，到今日追求靈性嘅人多咗，開啟靈性嘅心亦都多咗，去分享靈性嘅經驗，唔會再有人認為佢哋呢班人係黐線嘅，包袱輕咗，暢所欲言。今集我就專程為大家翻譯咗國際級靈性偵探 Likky Dada 嘅專訪，佢係極少數願意公開露面拆解呢套技術嘅專家。如果你未睇過之前有關於佢講預言嘅影片，快啲撳翻右上角嗰條 link 去補翻啊！ Likky 嘅專訪內容非常豐富。今集我哋先嚟第一章，拆解遙視嘅底層邏輯。一個普通人係點樣入行嘅呢？點解會被 FBI 選中？呢份係咪朝九晚五嘅工，淨係坐喺度望就得嘅呢？事不宜遲，立即開始。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對遙視有咩經驗？首先，如果有啲人唔知咩遙視，你可唔可以解釋下俾佢哋聽？然之後，你嘅遙視團隊，你哋完成咗嗰種相當神奇嘅工作。佢哋所做嘅工作確實幫助咗好多人，咁俾我哋開始啦。好，咁我哋就先從遙視呢一件事講起啦。我相信你啲觀眾，因為佢哋都好中意玄學或者新世代嘅嘢，遙視其實已經做咗好多年。其實我哋可以追溯翻去希特拉嗰個年代，嗰陣時佢都有自己一班遙視者。其實任何大人物，好似啲政治人物，都一直有遙視者喺身邊。無論咩時候都係咁，係啊。我想解釋下遙視其實係點運作嘅。對我嚟講，因為我本身係靈媒，所以我先開始接觸遙視。但其實一般人都可以學識點樣做遙視。即使你個腦好理性，都有方法可以令你個腦進入創意狀態，甚至進入恍惚狀態，去攞到啲資訊。咁如果要簡單講下遙視係咩？其實就好似一本初學者手冊咁，你會收到一組數字，而嗰組數字入邊其實已經有一個特定嘅意圖設定咗。做遙視嘅人其實唔會知道嗰個意圖係咩，亦都唔知自己要去嘅目標係咩。實際上佢哋只係收到嗰組數字，然後進入一個好深嘅冥想狀態，去接收任何你收到嘅資訊。你可以咁做，最主要係你唔需要去編一個故事出嚟。
通常點解遙視同通靈唔同呢？就係遙視唔會進入一個故事情節入邊噶啦，你只會收到一啲元素、一啲感覺，可能你會覺得熱、覺得凍、覺得硬，摸落去又好似軟，但係又有啲硬嘅感覺。佢係一種提升咗嘅狀態，佢係一個唔同維度嘅狀態。呢啲就係你會收到嘅嘢，明唔明？然後你會越嚟越深入，收到更多資訊。但係呢件事唔係淨係一個人做嘅，係一個團隊一齊做嘅，所以你會好似畫個文視圖咁，將每一個遙視者收到嘅資訊集合埋一齊之後，你就會揾出究竟所有遙視者都揾到啲咩相同嘅嘢。我意思係呢種就係我哋去收集數據嘅方法，你嘅數據就會咁樣被收集翻嚟。之後我哋會翻去睇翻目標係咩，嗰個人其實係睇緊咩，然後佢點樣收到啲資訊。通常喺一個遙視者小組入邊，你會有一兩個人係特別有靈感嘅，會發生啲好似雙重定位咁嘅事。有啲人會有靈魂出竅嘅經歷，呢樣就係我嘅工作嘅時候會出現嘅情況。咁所以遙視其實係多啲，因為軍方一直以嚟都用緊遙視， CIA 當然都有其他人一直用緊呢啲方法，但係相反地，其實仲有其他聯盟，其他真係喺唔同層次工作嘅秘密工作者。我自己都做過唔同形式嘅遙視，我試過同高等存在一齊做遙視。我哋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秘密嘢，有啲嘢係我哋唔想俾全世界知，但係究竟呢樣係咩，嗰樣又係咩，你知啦，我哋就會知道啲咁嘅嘢。但係講到尾呢啲都會關翻啲失蹤案啊、懸案啊，有時甚至係謀殺案啊，各種案件有關，所以遙視可以好方便咁用喺呢啲情況上。其實我遙視嘅故事就係喺全世界都啱啱開始被封鎖之前嗰陣，我仲記得當時有一刻，我發覺自己走得越嚟越深入。我覺得當其時大家嘅世界都喺度轉變緊，真係發生咗好多事。由嗰陣開始轉變，即係你知啦，成個世界都開始進入咗一個新狀態。有兩種唔同嘅變化，一種係陷入恐懼，另一種就係開始自我進化。而我就好明顯係屬於後者。嗰陣我嘅冥想都越嚟越深入。我以前成日有啲靈魂出竅嘅經歷，但係到依家我嘅靈魂出竅嘅狀態已經可以去到地球好多唔同嘅地方，就好似我能夠經過唔同嘅隧道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咁我仲可以做其他嘢。其實呢啲唔算係好高層次嘅靈性體驗。以我嚟講，我可以見到另一處地方，可以睇到事情，可以摸到，甚至試到味，好似塵咁細，我都會感受到佢嘅存在同味道。我唔知你明唔明，即係你口入邊有塵嗰種味道。其實我就係做緊呢啲咁嘅嘢，不過我係用靈魂出竅嘅方式去做。我記得我練習緊呢啲嘢嗰陣時，你知啦，我哋有啲通靈朋友同其他人，我就問佢哋，咁究竟發生緊咩事啊？佢哋就話，哦，其實你係做緊遙視。我就話，咁遙視係咩嚟噶？跟住我就試下揾下資料，想知清楚啲究竟係咩一回事。簡單啲講，我發現咗原來呢樣嘢其實好多年前已經有人做緊，即係由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開始，遙視一直都有人用，同埋呢種工作方式同我自己做緊嘅都好唔同嘅。但係我都上咗 YouTube 揾下咩叫遙視，真係想聽下其他做過嘅人講下係點樣。我真係睇咗兩個已經退役嘅老軍人講緊啲 Gestalt，講佢哋點樣做嘢，我覺得真係好悶，或者話我唔覺得係咁。我真係做到一個地步，覺得唔係喎，我唔想做呢啲嘢。之後有一日，有人喺社交媒體宣布話佢哋搞緊一個遙視嘅講座，而且係免費嘅。如果有人想加入，佢哋可以直接去加入。其實真係好正，我覺得呢個好有意思。我發現有個年紀好細嘅人喺度做呢件事，於是引起咗我嘅興趣。我覺得好，咁我都試下參與啦。然後我就去參加咗嗰個活動，咁係一個線上嘅類似網絡研討會。我去咗嗰度，我哋一齊睇咗部戲。我哋被安排咗一啲作業，消化完之後就需要分享作業內容，亦都可以將作業分發俾其他人。佢哋話如果你被揀中，如果我哋睇過你嘅功課，揀咗你，我哋就會免費俾你初學者課程。我心諗
呢個幾好喎。嗰陣時啱啱係新冠疫情，大家都好得閒，冇乜嘢做，我就諗不如試下啦。結果我被揀咗，直接跳去進階班，唔使由初學者開始。其實佢哋見到我身上有啲潛質，覺得我可以做到或者發展，可能因為我本身已經有啲靈感比較強，咁就令我學識點樣正式做遙視。呢樣嘢真係好繁複、好疲累嘅一種工作。如果你真係睇過一份遙視者嘅報告，最少都有58頁咁厚，全部都係資料，真係多謝晒。同一層次嘅資訊會重複又重複咁出現，呢一種做法真係好細緻、好講究嘅，明唔明？佢哋會盡量將所有元素、所有資訊嘅精髓都揾出嚟。佢哋搞到件事好悶，淨係想令你入咗嗰種狀態。咁我會覺得 OK，我明啦，原來係咁去做噶。而我做嘢嘅方式就有啲唔同，因為我本身已經有靈媒嘅能力，我會接觸到靈體，同亡者傾下偈，甚至同啲更高層次有力嘅能量溝通。所以我嘅遙視方式同 CIA 或者其他人做遙視有啲唔同，慢慢咁由嗰個層次再向前行。有一刻真正發生嘅係我被啟示咗啲嘢，嗰陣時我已經係老師，做緊靈性發展、教學同其他嘢。我記得有人揾過我，話有人失蹤咗，佢問我作為一個靈媒能唔能夠幫到手。我覺得好有趣，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做緊遙視，我心諗不如試下自己嘅能力，睇下實際上係點運作。最後我哋真係揾到嗰個失蹤嘅女仔，揾到佢喺邊，佢點樣，佢究竟仲在生定已經唔喺呢個世上，睇下有冇方法可以救翻佢。就係呢個時候警方介入咗，警方就係咁發現咗我，發現原來我有能力做靈媒偵探嘅工作，跟住個故事就咁繼續落去。之後我開始俾人認識，佢哋會記得我，當成我係一個靈媒偵探嘅人物，佢哋需要我去俾出一啲提示，話俾佢哋知呢股能量會去邊，去到之後會發生咩事。我真係去到一個地步，開始幫警方手。有時做呢啲工作咧，主要都係一對一咁幫啲需要幫助嘅家庭。有時啲人唔想揾警方幫手，佢哋真係想自己去做，自己揾多啲資料出嚟。我都有同呢類家庭合作過。有啲謀殺案你知啦，個人失蹤咗，大家都當咗佢死咗，但係始終冇一個交代，佢哋好想知道到底發生咗乜嘢。如果能夠揾到遺體，或者咁能夠令佢哋更加釋懷同安心，咁當然啦。之後我就更投入去做啦。我哋曾經發現咗一啲骨頭，後來通過 DNA 檢測發現呢個確實係同一個人。你喺邊度做緊呢樣嘢？主要喺英國咩？喺美國、英國以及歐洲都有幫手做過。真係某種程度上，遙視已經唔再限於地域，係國際性嘅。遙視最有趣嘅一點咧，就係你提到佢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仲有希特拉同中央情報局時期就開始咁做啦。但係當佢哋進行遙視嘅時候，呢個似乎並唔係呢件事中最具精神層面嘅意義所在。所以我覺得好有趣。不過我都想問下你，能夠做遙視，其實就好似做通靈或者靈媒一樣，係一種你可以培養嘅技能。但係好多人會將呢啲能力同一種更高層次嘅意識或者更高層次嘅進化聯繫埋一齊，能夠接觸到呢啲通靈或者靈媒嘅能力。我一直都話，好耐以嚟都咁講，就算你有呢個天賦都唔代表咩，或者就算你培養咗呢個天賦都唔代表你係好人。外面有好多唔好嘅靈媒，亦都有好多唔好嘅通靈人，仲有好多唔好嘅遙視者。我講唔好，其實係指負面嗰一面。但係點解會咁呢？點解會咁嘅？宇宙點樣去調和呢件事？係咪咁簡單？冇所謂好定唔好嘅能量，其實只係一樣中性嘅嘢，佢可以用喺唔同地方，好似錘仔咁，一把錘仔擺喺度，本身係完全中性，直到有人拎起佢去起屋或者用嚟殺人。其實都係一樣道理，佢本身係完全中性，係咪就係咁嘅意思？你咁講其實都啱嘅，所以
如果我講到高層力量或者講到更高嘅神聖，你要記住一樣嘢，當我哋去到超越所有狀態嘅層次，最後剩翻嘅只係中立。每個人都有自由意志啊，可以揀自己想點做，點樣令自己嘅事變得順利。你係自己創造自己嘅現實。至於我點樣做，或者我點樣睇遙視，其實係如果呢件事係為咗最好嘅善果，咁就可以，我就係咁樣去做嘢。絕對係唔單止係遙視，其實我做嘅所有嘢都係咁。我真係覺得如果你真係應該去實現一樣嘢，咁就應該係為咗最好嘅善果，而唔係純粹因為你想要某種嘅利益或者結果而去做。而家你睇下個世界，其實正反兩面都有，你可以咁樣去睇，可能一邊多過另一邊。而家我哋就係努力去平衡呢件事，但我哋做嘢嘅方式係，我哋會帶住個意圖，希望呢件事係為咗最高善果。或者我舉個例子，如果涉及到業力，呢度其實係一件好大嘅事，好多人都唔意識到，如果有個人死咗，而佢根本唔應該俾人發現，如果我強迫自己將精力投入到呢件事上邊，將佢帶嚟，咁我而家就會將業力帶入自己體內。哦，有意思。如果你反對會點樣？因為你擁有權力。冇錯，我想做就做到，但係咪符合最高利益、最圓滿嘅善果？呢個先係我哋每個人都要問自己嘅問題。我經常用呢個例子同大家講，特別係當我哋做顯化 manifestation 嘅時候，我覺得外邊有好多好厲害嘅導師教人點樣去顯化，同埋點樣去實現願望。但係我唔知，其實好多人都未必意識到，可能嗰個靈魂嚟到呢世就係要經歷啲咁嘅事，而呢樣嘢其實係為咗最高利益。可能嗰個人根本唔需要咁大間豪宅或者其他嘢，可能佢喺另一個層次會飛得更高，做得更加好。但係因為我哋一直被灌輸要去顯化，話你可以顯化任何嘢，但係咁樣係咪真係為咗最高利益呢？我哋真係要問下自己呢個問題。我覺得而家成個世界都向住呢個方向行嘅，大家都會開始問呢樣嘢係咪真係為咗最高利益？因為中立先至係真正嘅狀態，其他嘢其實都係我哋喺度經歷緊嘅幻象。你知啦，無論係好定唔好，咩情緒都好，其實都係幻覺嚟，所以成件事都係一個大幻象。我哋要學識點樣跳出嚟，我哋要令自己進入一個中立嘅狀態。但係如果真係為咗最高利益去做，咁我哋就要咁樣去處理，到時會有更多指引同能量流入嚟，你都會得到好多幫助。你行你自己嘅路，你會知道呢樣嘢係咪真係為咗最高利益。如果你逆住嚟做，你都會見到結果。有時可能一切都好似好完美，但係最終都會玩完，嗰條時間線會好快咁崩潰。我喺唔同方式都見過呢啲情況㗎，所以就答返你個問題。頭先講到 CIA 同埋其他秘密組織之類啦，有啲地方佢哋點樣運作，佢哋做緊嘅嘢係咪啱嘅呢？你要記住一件事，就係佢哋可能唔會俾你見到自己失敗嗰一面，我哋只會見到佢哋做咗幾多嘢。佢哋唔想俾人見到失敗，因為可能想將啲嘢收埋唔俾人知。有啲地方機構唔想俾人見到自己有咩問題，或者有啲嘢喺過程中出咗錯，但我哋一直被蒙在鼓裏。但係必須認清嘅係，對方嘅道路同樣出現過偏差，亦都唔係正確嘅方向。就正如我哋成日強調，只要出發點係為咗最高善果，所有嘢都會喺你背後支持你，時刻為你開路。大概就係咁啦。幾有趣，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小心。作為一名靈媒，你亦都必須謹慎行事。我相信係呢度有一種道德考慮啊！你要知道，唔係所有資訊你都適合接收。就好似話，如果突然間俾你睇到你幾時會死，咁又係咪一件好事呢？你唔會同我講呢啲嘢㗎。即使你有冇收過呢啲資訊？其實講到死亡呢，如果我幫人做占卜，見到有啲大事會發生喺佢身上，好，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呢件事係咪對佢最好，或者我係咪真係需要講出嚟？我可能會咁做，而我都係咁教我啲學生話：你哋要識得適當時候帶啲圓滑同技巧去處理。你要用一個令對方知道，但係又唔會嚇親佢嘅方式去講。而家想象下，我舉個例子俾你聽，有時可能會收到一啲好強烈嘅訊息，話有啲好恐怖嘅事會發生喺呢個人身上。而家諗下，如果我同呢個人講，就算係
一日前或者一星期前話俾佢知佢就快要死，每日每一秒甚至每一毫秒都喺度等緊嗰件事發生喺自己身上。我寧願俾佢哋一個經歷，或者用啲嘢俾佢哋睇，話俾佢知事實就係咁。但係如果時間線改變咗，我可以選擇將呢個資訊提出嚟，用一種你可以再做多少少嘢嘅方式。而家呢個時候可以多啲修行，你可以努力去如果係為咗最高利益，嗰個人可以進入另一條時間線，完全唔同嘅現實就會出現。但係如果喺業力上做唔到，如果注定要發生，咁點都會發生。你對此無能為力，可能係被農夫車撞到，或者只係被架車擦過，OK 得嘅，或者你會感覺到有啲嘢喺面前閃過，好似有啲事即將發生咁，係㗎。但係如果命中注定呢個人注定要咁樣過身，咁無論如何佢都會發生，無論如何呢件事都會發生。時候到就係咁，係乜嘢都冇。你冇辦法改變呢一點，但係我更想嘅係，我更希望俾呢個人一個機會，令佢可以用精神層面嘅方式總結自己嘅一生。當佢去到嗰個境界，佢知道自己之前做嘅努力冇白費，佢唔會再後悔，唔會諗，唉，早知頭先做嗰樣嘢就好啦。我認為作為一個靈媒，我哋必須為自己所講嘅每一句說話負責。我哋為求助者所承載嘅係一個非常宏大、充滿分量嘅精神空間。所以唔止係玩樂，唔係話睇下我幾叻咁。我提供咗嗰啲資訊，但係更重要係你點樣將嗰啲資訊傳遞俾人，同埋你為嗰個人承托住咩精神上嘅空間，呢樣嘢真係非常非常重要。關於業力方面，其實我真係未諗過，但係如果你用你嘅天賦去傷害人，呢度涉及業力，你可以翻去睇下好多修為高深嘅瑜伽士，佢哋都有好多門徒，你亦會見到原來佢哋會幫徒弟承擔一啲業力，咁樣做係為咗俾徒弟嘅人生過得輕鬆啲。作為一個導師，佢哋選擇將呢種痛苦留喺自己體內，因為佢哋知道佢哋有能力去轉化呢種能量。佢哋知道喺業力上面佢哋改變唔到，但係佢哋可以幫徒弟承擔，然後再轉化佢。你可以喺 Paramahansa Yogananda 嘅故事入邊知道，喺一個瑜伽士的自傳都有講過，佢親自講過有啲瑜伽士係點樣承擔咗自己徒弟嘅某啲痛苦，就只係因為佢哋知道自己有能力幫徒弟轉化業力模式，自己都冇事。但係業力係一樣無可避免嘅嘢，你改變唔到佢，你其實乜都做唔到去改變佢。所以我哋要對現實發生緊嘅事負責任。如果你係一個好偉大、開悟咗、覺醒咗嘅人，咁你可能真係可以幫某啲人承擔一啲業力，但你都要明白，如果你有家庭，你有一定責任，你會承擔幾多呢？我淨係想同大家分享呢樣嘢，呢個特別係講俾將來會成為療癒師嘅人聽，佢哋真係覺得自己有責任要醫好所有人，但我哋要明白，有啲嘢係你控制到，有啲嘢就唔係你控制到。有時我哋都要學識謙卑自己，我覺得呢啲都係令我哋學識謙卑嘅經歷。因為我見過有啲學生出去就話，我要醫好全世界，我要做到呢樣做到嗰樣。我話你要負起責任。當你成為療癒師，記住一樣嘢，唔係你自己去醫人，你一定要記得呢點。如果你係帶住小我 ego 去療癒人，你最終會將對方身上所有嘅業力全部吸晒入自己身體入邊。怪得好多新手療癒師都會話，唔知點解我幫人做完治療之後，覺得自己成個人好虛脫、好耗盡。我覺得我將對方嘅痛苦吸收咗落自己身上。其實你唔應該咁做，你應該俾更高層次嘅神聖力量透過你去做，而唔係靠你自己。你只係負責引導同埋帶嚟呢股能量俾對方。咁做係錯，你咁樣只會消耗自己嘅能量，仲會因果上綁住自己。Nicky， 我想問你一樣嘢，呢個問題啱啱喺我腦入邊浮出嚟。今集相信你對遙視有一定程度嘅認識啦。不知不覺，阿呢同大家分享咗唔少嘅語言影片啦，或者占星嘅影片啦。每一套影片我都好花時間，除咗時間之外，其實呢，我都有一定嘅製作費喺度嘅。
所以大家如果支持我嘅話，未訂閱就快啲訂閱啦。無論你以咩形式去支持我呢，我都係咁開心嘅。咁當然，如果實際支持 Super Fans 呢，就更加多謝啦。如果大家想繼續聽 Nicky 嘅第2章，就快啲留言話俾我聽，喺留言區寫個2字，又或者寫多啲你嘅意見啦。我哋下集見。